各位家長好，我係英國 Leo Sir。我哋上幾集講咗關於 UCAS 唔同申請方面需要知道嘅一啲主題或者技巧。我哋今集講一講嘅就係申請 UCAS 英國大學嘅時間軸，即係 timeline 啦。咁以往咧通常都係10月中你就要開始申請嘅，例如牛津劍橋啊或者醫科等等嘅。咁呢啲都係一定要早啲去準備嘅。但係 generally 其他嘅話，2026年嘅話嘅截止時間就係1月14號。通常就問幾時開始準備啊？咁最好嘅情況通常都係你正式提交之前大約1年就會開始去規劃。例如你嘅目標係2026年9月份入英國大學嘅話，咁你應該大約喺2025年嘅春季夏季，即係差唔多呢個時候初步嘅準備嘅。另一方面，你都要考慮到個別嘅學科係需要一啲專業嘅考試嘅，例如你想讀 law 嘅，咁你要考 LNAT 啦。如果你想讀醫嘅，咁你要考 UCAT 啦，等等，仲會有好多嘢，例如個人陳述啊、推薦信即係 reference letter， 你需要準備嘅。有啲家長問我就係，對於同學們喺時間嘅規劃上面，我會有啲咩建議呢？因為大學申請會先牽涉好多唔同嘅材料，同埋有可能你要準備嘅考試，咁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嘅合理去安排時間表。咁以下呢，就係我提供嘅一個建議嘅申請時間嘅規劃，俾學生去參考嘅。我會用 A Level 作為一個例子，所以我會用 Year 12作為開始，即係2年高中嘅第1年嘅下學期去到暑假呢段時間應該要做乜嘢？就係要初步確認你嘅申請方向，同埋開始準備你嘅個人陳述。咁3至4月嘅時候，你就要開始選定你嘅志向，你開始要收集一啲相關嘅資料啊、經歷啊，確認你係咪需要參加入學考試。例如我啱啱提過嘅，如果你申請讀醫嘅要 UCAT， 如果你申請讀 law 嘅 LNAT， 你要留意一下嗰個考試嘅時間。去到5、6月左右，你要同老師去請教一下寫個人陳述嘅一啲寫作要點啦，包括我之前嗰幾集都講過㗎啦，你要列出自己嘅動機啦，你喺學術方面有咩亮點啦、課外經歷啦，嗰3樣嘢你睇翻之前嗰啲片就會知㗎啦。6月底之前，你可以嘗試去寫一個個人陳述嘅初稿，包括嗰3條問題，方便你喺暑假嘅時候要修改。同埋呢個時候，你要同班主任或者如果你喺外面揾升學顧問嘅話，你要討論一下你選校嘅方案，去了解一下自己預測嘅成績能夠申請嘅學校範圍係乜嘢。最緊要你要揾 Sixth Form Tutor， 即係我以前喺英國私立學校做嘅職位，佢哋會幫到你好多嘅。7至8月暑假做乜嘢？強化你嗰個申請嘅籌備，例如你參加相關嘅夏令營或者實習啦，我哋會有一啲建議嘅實習可以幫你 UCAS 加分嘅。你想知道更加多，你可以揾我。例如你可以準備一啲專業嘅入學考試啦，例如 UCAT 嘅話，咁如果你想申請醫科，你就要讀呢個啦。咁如果你想申請牛津法律系嘅，你暑假要大量去練 LNAT 一啲試題啦，因為9月底10月初你就要去考試㗎啦，因為牛津係要求你10月之前完成㗎。咁我哋繼續講一講暑假嘅時候你有咩可以做啦，例如你可以再精要咁去修改一下你個人陳述啦，對比一下你各間大學課程要求啦。就快放完暑假嘅時候咧，通常學校咧就會叫你去提交你嘅個人陳述嘅草稿噶啦，因為到9月嘅時候，即係9月 Year 13咧，老師咧就會問學生去攞完之後，我哋就會開始第一次嘅批改啊、討論啊等等。如果你能夠獨立少少，管理好自己嘅時間嘅話，我相信呢一個 plan 對你嚟講會係最好嘅。去到 Year 13，即係高中嘅最後1年咧，行程真係非常之緊密㗎，所以我哋會分開嚟講。我先講一講 Autumn Term， 即係9至12月先，因為係申請提交流程嘅關鍵日期，你有好多 mission、好多 task 需要緊密咁銜接㗎。9月份你先要約一約你嗰個推薦人啦，學校嘅 Sixth Form Tutor， 因為佢就係負責幫你改 personal statement 同埋幫你寫推薦信 reference 嗰個人嚟㗎。你需要提供你嘅個人簡歷啦、你嘅志願資訊等等，跟住佢哋要開始寫推薦信㗎啦。喺呢個時候，你亦都要繼續去潤色一下你自己本身嘅個人陳述啦，又要問一問老師嘅意見，進行多輪嘅修改。此外，如果你要參加入學考試，例如醫科啊、法律啊，確保你知道考試日期。同埋牛津劍橋，你亦都要有啲科目係要考筆試。咁呢啲通常會擺10月底、11月初等等，你都要喺9月準備好晒，提前備考等等。如果你係申請牛津劍橋嘅，咁你10月仲可能會收到筆試邀請啊、面試通知啊，你需要預留時間去準備面試題目啦、模擬練習啦。就算你唔申請以上講嘅呢2間大學或者一啲其他比較特別嘅科目啊，咁呢個時候你都好忙嘅。個人陳述你要準備好定稿啦，老師完成咗個推薦信啦，你又要開始去 UCAS online 填報一啲細節，例如以前嘅教育經歷啊、課程代碼等等。去到11月、12月啦，最遲你11月應該將所有 UCAS 申請嘅部分，包括你嘅個人陳述要交俾學校審核，跟住成個12月咧，我哋嗰個 Sixth Form 嗰個部門完成晒所有推薦信。
最終嘅一啲修改啊、潤色啊，全部都希望 finalize 喺聖誕節之前搞掂嘅。11月份嘅時候，你需要持續咁去同你嘅 Sixth Form Tutor 或者學校去跟進你提交嗰個狀態，確保你嘅推薦信同埋你嘅預測成績，即係 predicted grade 冇任何嘅遺漏。咁去到12月中咧，學校就會統一提交去到 UCAS 噶啦，即係其實佢哋官方截止時間之前1個月，好多學校已經提交咗上去噶啦。同埋你都要準備下，如果你申請藝術啊、設計專業嘅話，你可能喺1月份你要提交 portfolio 啦。有啲大學嘅面試咧，就聖誕節之後，聖誕節嘅時候，好好去準備埋呢啲嘅面試，甚至係考試啦。嚟到高中最後一年，仍然係 Year 13，不過我哋今次講第2個學期，即係 Spring Term 1月份左右啦。你需要關注一下你申請嘅一啲後續程序同埋考試啦。咁1月14號咧就係2026年入學嘅常規申請截止日期。如果呢個時候你仲未遞交嘅申請，你仍然可以遞交嘅，但係唔保證你會有平等嘅考慮啦。截止日期完咗之後，你可以關注一下你 UCAS Hub， 咁你查一查各間大學嘅回覆啊，需唔需要補充資料等等。1月底部分大學可能會出一個錄取嘅意向啦，咁有可能係 unconditional， 有可能係 conditional。去到2月3月嘅時候，如果你不幸喺1月份收到所有嘅志願都係拒絕嘅 reject 嘅，或者你決定放棄現有所有嘅 offer 嘅，咁你可以考慮2月26日用 UCAS Extra， 我哋叫補申請。下一集會再講多少少 UCAS Extra 嘅一啲策略，或者講解一下佢係咩嚟嘅。同時你都要專注一下校內嘅課程啦，因為你要考 A Level 啊、DSE 啊、IB， 咁因為成績始終都仍然係決定你錄取嘅關鍵。4、5月大部分嘅大學喺5月中之前都會俾咗 conditional offer 俾你噶啦，咁你需要喺5月底至6月初嘅時候，你有2個選擇，一個係 firm choice， 一個係 insurance choice。不論你攞到4個 offer、5個 offer 都好，你最終只會揀2個。7、8月份考試放榜，同埋會有 clearing 嘅補錄嘅階段。咁7月初 IB 放榜先嘅，咁未必達標嘅話，你可以即刻要去透過 clearing 去揾學位啦。咁8月中就去到 A Level 放榜啦。如果你未達到你個 firm choice 錄取要求嘅，咁你只能夠去 insurance 啦。如果 insurance 你最終都決定唔要嘅，咁你就要去 clearing。咁之前如果你透過 extra 未獲得錄取嘅，咁 clearing 就係你最後機會啦，因為佢7月5號開放嘅。喺呢個時候你要準備好個人陳述嘅一個更新嘅版本啦，而你聯絡你嘅目標大學啦。時間軸即係一個好詳細嘅 timeline， 呢個係一個理想化嘅規劃，即係我唔係話每一個學生一定要跟住呢個嚟做。根據我以前喺私立學校任教嘅經驗，我認為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 planning， 俾你去做一個 reference 參考。核心原則提早準備，分階段完成，每一個階段做翻你應該原本 plan 好做嘅嘢。特別強調嘅就係你個人陳述同你嘅推薦信要去協調嘅，千祈唔好等到最後關頭先至臨時臨急去寫一個個人陳述，或者揾老師去寫推薦信啊。我哋寫嘢都要時間㗎嘛，咁一個合你嘅時間規劃可以令到你嘅申請過程更加輕鬆少少，咁可以提高你嘅申請個成功嘅機會率。喺呢度祝大家申請成功。如果你認為今集嘅內容幫到你嘅話，俾個讚我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最好撳一撳鐘仔，我哋下次有新片可以隨時通知你。咁我哋下次再繼續講 UCAS，拜拜。